内政部国家公园署表示，讲已经提报行政院，未来召开跨部会协商，针对山内事故的司法诉求，佮有直升机出勤的费用拍算要来要求使用者付费。顶个月底，玉山也有即事，有2个山友咧爬主峰甲北峰的时阵，无细里落落山谷死亡。台湾3月份天气还阁真寒，有5个山友伫冷气团落雪期间去爬山，不幸过往。山内的消息不是拢需要出动直升机来抢救。内政部国家公园署表示，为了强化山友有自我负责安全的观念，决定未来会和各部会协调，针对搜救直升机出勤费用，按算制定使用者付钱的制度。因为每一次的救援状况，其实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。那什么样的情形它是要付费，什么样的情形它是要怎么样的一个收费方式？我想接下来我们相关部会的研商里面应该也会有包含这一些。民间搜救队教练表示，爬山进前一定要评估家己的身体状况，完整掌握家己爬山的路线，安尼才是珍惜生命、尊重大自然的正确态度。伊将支持未来搜救直升机以使用者付钱的制度来规范，希望透过规范，让全民珍惜国家的救灾资源。是毋是我的能力，我就去克服的。莫讲我就想要爬山，我就去爬山，甲这个危险交予国家去负担。交这救人的人来承担，这是唔对的。上水也呼吁民众通使用第三方留守平台，系统每2分钟会及时回报山友的定位，上好配合卫星定位设备同齐使用，确保定位会当无受限制传出去。他在山上每2分钟就会回传一次，那就是留守平台的人员或者是家属就可以知道他行经的路线，还有预计出山的时间。国家公园署也表示，目前雪白国家公园有任何 App 通定时回传定位至守护平台，若是发生事故，通提升救援效率。未来也愿意开发其他国家公园的 App 来确保山友的安全，降低山难风险。记者张家琪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